為咗響應環保，越嚟越多香港人以單車代步，而減少路面汽車帶嚟環境嘅影響。但係有唔少單車嘅駕駛者就冇遵守交通規則，唔單止係行人路上踩單車，亦都可以見到單車喺繁忙馬路間穿插嘅場面。呢個星期嘅城市故事將會帶大家睇下呢個單車嘅現象。今年頭8個月，致命嘅單車意外已經有10宗，較踩電單車死亡嘅數字更多，大部分發生喺公路。9月份2星期已經有3個人因為踩單車而意外身亡。呢一日，我哋就去咗大埔區睇睇，短短數小時已經見到唔少嘅驚險場面啦。有市民騎單車喺行人路上穿插，呢度聚集咗好多公公婆婆以及小朋友，搖晃不定嘅單車好容易會撞向途人。騎住單車停喺馬路嘅中心，橫跨2條嘅行車線，並且只係留意前面行車線嘅車輛，完全冇留意自己所在行車線上係咪有車輛經過。雖然係盡量貼近馬路邊，但係佢逆線行駛，好彩當時馬路上未有車輛駛過。根據運輸署嘅道路使用者守則，踩單車嘅人同其他司機一樣，要遵守道路嘅規則。規劃署嘅相關指引就話，踩單車係康體嘅活動，但係道路同埋地理環境嘅許可下，政府係支持市民使用單車代步㗎。但係越嚟越多嘅單車意外，到底係市民對安全意識嘅問題，定係香港道路同埋地理環境根本唔許可市民用單車代步呢？前爬山單車港隊成員姜子興就認為雙方都有問題嘅存在。講唔適合咧，其實唔係，其實個問題主要就係因為每個人嗰個意識上安全嗰個問題其實係好缺乏㗎。咁睇翻有啲其實啲小巴啊、青山公路啊，尤其是即係冇話邊個錯，冇話邊個啱，就一埋線就完全唔會理會到單車嗰個安全嗰個問題。咁法例上嘅推廣啊，甚至乎或者有啲嘢嘅強制性啊，其實我覺得應該一定要去再做足啲安全意識嗰個推廣，其實一定要更加做得仲更加好啲。啲聽到都好心酸，自己都話：哇！今年已經係真係好高峰，死咗10個人，即係呢個係最重視最大嘅方案。另一方面，我哋嘗試致電運輸署詢問有關嘅情況，但係可惜一直都未能接通。喺英國運輸署嘅官方網頁上嘅地圖顯示，喺大部分嘅地鐵站附近都有唔少單車嘅接駁空間。啱啱喺英國交流返嚟，喺城大就讀英文系嘅林同學就慨嘆：香港政府實在對單車駕駛者嘅支援太少。英國呢，喺 supermarket 門口呢都有好多位可以俾你泊單車，但係喺香港你可能連喺樓下揾個位泊架單車都難，同埋加上好多所有啦。喺香港嘅交通工具都唔俾你帶單車，所以根本唔可以喺香港用單車代步咯。喺近年，越嚟越多國家都興建咗唔少嘅單車設施，例如單車嘅泊位或者單車嘅紅綠燈。不過喺香港就有人建議喺海濱長廊加建單車徑，政府就話未有政策。而環繞新界嘅單車徑呢，就要2019年先接通，所以對於鍾意踩單車嘅人嚟講，只能夠小心為上啦。今集嘅城市故事告一段落，再見。